Do you have any idea about the block height? I will make you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it is. So let's start with the definition. A block height is a number that describes a block's sequential position within a blockchain. The first block, the Genesis block, is number 0. The total height or the length of the blockchain is the total amount of blocks minus 1. Is that you're building a block explorer and you want to be able to show to the user when they ask for a specific block height. Who knows why they want it, but you need to be able to display that. Another answer might be that certain events happen based on block height. 歡迎嚟到 Blockheit， 一個全新一代的全球加密貨幣挖礦平台。今天，我們將帶你走進一個創新、高效並充滿機會的數字挖礦新時代。這是加密挖礦世界中前所未有的一次創新。Blockheit 將想法變成現實，把科技與收益完美結合，為全球用戶創造真正的數字財富機會。Blockheit 是一個全球性的加密貨幣挖礦平台，用戶可以在這裏自由買賣算力。與傳統挖礦不同 ，Blockheit 作為算力交易市場，連接礦工與投資者，實現高效挖礦收益。Blockheit 是全球最大的算力交易市場之一，買家可以租用算力挖礦，礦工可以出售算力獲取收益。平台自動撮合訂單。確保交易快速、安全、高效完成。Blockheit 提供快速挖礦系統和專業挖礦系統，只需一鍵操作，系統自動完成配置和優化，無需任何專業技術，新手也可以輕鬆開始挖礦。Blockheit 支持多種主流挖礦算法，可以靈活挖掘多種加密貨幣，為用戶提供更加多樣化和高效率的挖礦選擇。系統會根據實時市場數據，自動切換到當前最有利潤的挖礦算法，幫助用戶最大化每日收益，實現真正的智能挖礦。無論你挖哪一種幣或使用哪種算法，所有收益統一以 USDT 結算。支付系統簡單、透明、可靠，有效避免市場波動風險，保障穩定收入。平台提供實時監控功能。包括溫度、電力消耗和風扇轉速，通過超頻與性能優化工具，確保挖礦效率始終保持在最佳狀態。Blockheit 採用清晰透明的收費制度，沒有任何隱藏費用，同時提供詳細的實時數據和統計報表，幫助用戶隨時掌握挖礦收益情況。Blockheit 是一個高度可信的平台。採用先進的安全架構與冷錢包存儲技術，並啟用雙重身份驗證，全面保障用戶帳戶與資金安全。即使你沒有任何挖礦設備，也可以通過租用算力參與挖礦。這為投資者和被動收入用戶提供了一個低門檻、高效率的賺錢方式。Blockheit 適合所有人使用，無論是新手、專業礦工、GPU 或 ASIC 用戶。還是沒有設備的投資者，都可以在這裏找到屬於自己的盈利模式。平台提供全天24小時的技術支持與學習資源，無論何時遇到問題，都可以獲得專業團隊的及時幫助與指導。算力價格會根據市場供需不斷波動，主要受歐洲、亞洲和美洲市場影響，為用戶帶來持續變化的盈利機會。平台最低投資門檻僅為43美元，收益沒有上限，每日收益範圍從 0.5% 到 2.5%， 挖礦週期僅需30分鐘。Blockheit 提供8層級別收益系統，根據團隊的投資回報，每一層級對應不同的收益比例和業務要求，幫助用戶持續擴大團隊收益。只需要8位有效直推成員，即可開啟全部8個收益層級。級別收益完全基於團隊 ROI 計算，實現穩定而持續的裂變收入。平台設有完善的等級獎勵制度，隨着個人投資和團隊業績的增長，用戶可以獲得一次性獎金以及更高的每日收入回報。平台採用6:4的團隊業績比例制度，支持無限團隊深度。等級收入僅發放至同等級別，
並可獲得下級同等級收益的10%獎勵。Blockheit 擁有無限團隊結構、等級收益制度、高額每日收益、多重收入來源、市場聯動算力交易，以及覆蓋8層的團隊收益體系。感謝你的觀看。